中國發展到今日究竟係咩水平呢？網上有個段子話，最憎中國嘅可能係嗰啲80年代賣咗北京四合院走咗去美國洗碗嘅人嗱，聽落就係玩笑，但係背後其實折射嘅係中國狂奔嘅40年。你可能會覺得中國嘅大城市犀利啫，但係嗰啲小縣城佢有啲咩存在感呢？大錯特錯啊！而家中國有批散裝嘅縣城，你睇落唔起眼，但係佢嘅實力啊係勁到咧可以承包全世界。唔信啊，舉幾個例子，先講下湖南嘅肇東呢一個地方，你喺地圖上揾咧，你都要揾一陣嘅。過去20年，肇東嘅街邊米粉咧由1碗5毫子升到咗10蚊雞，升咗20倍。但係肇東生產嘅打火機咧，到今時今日都仲係1蚊雞一個，憑乜嘢啊？憑嘅就係佢壟斷咗全球超過70%嘅打火機市場，一年啊賣出去150億個，連起身咧可以要地球20圈。佢咧以一己之力將打火機做到1蚊雞一個嘅福利，全世界都攞佢冇辦法。再睇下山東嘅曹縣，以前係個窮地方嚟嘅，咁佢係點樣逆襲嘅呢？當年焦裕祿喺隔離嘅蘭考嗰度自殺，種咗一大片嘅呢個泡梧桐。呢種泡梧桐咧生得快，1年就一支竿，2年咧就抽成料啦，3年就可以鋸板。佢做嘅板咧又輕又軟，做家私唔得。但係聰明嘅曹縣人咧發現咗佢嘅終極歸宿，做棺材，輕便易銷，完美咁樣符合日本嘅殯葬習俗。就係靠住呢一個啊，曹縣咧如今係承包咗日本90%嘅棺材市場，90%嘅日本人身後都係我哋曹縣喺度兜底。仲有河南嘅許昌，全世界年輕人髮際線嘅救星，全球市場上每10頂嘅假髮咧就有6頂係嚟自許昌嘅。為咗搞原材料咧，許昌人每一年齋喺印度嗰度收頭髮嘅錢咧都要20幾億。呢個叫做乜嘢？呢個就叫做捉住痛點，創造需求。咁樣嘅隱形冠軍縣城咧，一數一大紮。江蘇嘅丹陽承包咗你哋眼鏡，湖南嘅瀏陽煙花咧照亮咗全世界嘅夜空，浙江嘅諸暨串起咗全球嘅淡水珍珠，珍珠頸鏈啊數都數唔晒。講嘅呢一啲咧都係啲細嘅，我再講個大嘅，大到咩程度咧？行星級別嘅，我哋就講最基礎嘅鋼鐵。中國嘅鋼鐵產量佔咗全球1半以上，呢一個我諗大家都知啦。但係唔單止係產量，更加要提嘅係產能。咩意思呢？2016年官方嘅數據，粗鋼嘅產量係8億幾噸，但係有人話實際上係12億噸。點解統計唔清楚呢？因為根本就唔需要生產咁多，唔需要開足馬力就已經係生產過剩。世界上其他國家係只能夠生產咁多，而中國呢係只需要生產咁多。假如有一日真係打仗，我哋1個月嘅產量就頂其他國家1年嘅產量，完全係碾壓式嘅呢個差距。所以啊，國外成日都話我哋傾銷要設置呢個貿易壁壘。講實話，如果冇呢一啲競爭嘅壁壘啊，國外嘅嗰啲同類型產品咧，好可能已經係變垃圾啦。咁啊，唔單止係鋼鐵，全球有57%嘅水泥，66%嘅手機，90%嘅液晶電視同埋個人電腦咧，都係 made in China。呢一個強大嘅工業心臟啊，泵出咗全球史無前例嘅基建規模。高鐵嘅總里程超過咗4.5萬公里，佔咗全球嘅7成，8縱8橫嘅網絡早就整好晒啦。講一個更加震撼嘅，截止到今年啊，中國嘅邊境國道已經係完全連通，總長度2.7萬公里，地球赤道嘅周長先至4萬公里，亦即係話沿住國道喺我哋國家嘅邊境線上邊開出去大半個地球嘅距離。當一個國家嘅體量同埋科技到咗呢一種程度咧，佢要做嘅就唔單止係賣貨，而係要開始改規則啦。聯合國統計裏邊有個專有嘅名詞叫做中國效應，意思即係話中國嘅體量太大啦，做全球嘅數據分析嘅時候，你如果唔單將中國嘅數據拎出嚟咧，成個數據就係唔準確嘅。你譬如講森林嘅面積，將中國計入去咧，全世界嘅森林就喺度增加緊嘅。咁啊去掉中國咧，全球嘅森林咧就喺度銳減緊嘅。能夠扭轉一個世界級指標嘅正負值，你話係咪好誇張啦？金融規則亦都係一樣。以前咧買石油就一定係要用美元，邊個挑戰咧就邊個當黑。但係2018年啊，上海嘅期貨交易所咧推出咗呢個人民幣計價嘅原油期貨。呢一次美國就只能夠眼白白咁樣睇住啦。以前啊，我哋做交易就要捱夜及住呢個美國嘅盤，而家咧到美國嘅交易員要及住我哋嘅上海盤啦，真係叫做30年河東，30年河西啦。唔知你有冇發現，而家全世界咧攞中國做比較咧，好得意嘅，
經濟要同美國比，福利咧要同北歐比，環境咧要同加拿大比，製造業咧要同德國比，手機咧要同蘋果比，飛機咧要同波音比。而且重點係啊，就算係咁樣比較，我哋都唔輸蝕，各個賽道咧都算係叫做旗鼓相當。最後講一下我自己嘅感受啦，我做內容咧，但凡係讚中國發展嘅，下低總有一啲陰陽怪氣嘅評論嘅，但係令到我欣慰嘅係咩呢？總會有更加多嘅朋友攞數據同埋事實咧懟翻去，說明乜嘢啊？說明中國而家已經強大到令我哋嘅人民能夠發自內心咁樣感到驕傲同埋自豪，就好似呢一種由內而外撐起嚟嘅底氣呢，或者就係中國而家最真實嘅水平。